伫咧古早有一句话讲，徛关山看马烧塔，即马却是徛海坪看这海龟烧家。有民众去到滨通小琉球要畅水，却伫咧海坪看到2只海龟伫遐冤家烧家，趣味的画面打上网络，遂引起讨论。有人笑讲2只30万伫遐烧拍，无人敢去甲苦劝，惊讲是公亲变做事主。这滨东的海参馆表示讲，海龟烧家毋是真接看到，这款的行为真有可能是要3钱地半。 他们真的在打架呢！哇，好大的海龟哦！一群人伫小琉球准备要去畅水，行来到海坪，远远就看到2只海龟那像在相拍，行较我甲看，真正是夹来夹去。这画面打伫网络，遂引起讨论，因为若去检查海龟会罚罚30万，有人讲2只就60万啊，无人敢去排解，惊念伊公亲变事主。翕影片的民众讲，小琉球一年四季拢看会到海龟，因为拢袂惊人，颠倒是人看到海龟爱闪，不离个要伫水遮浅的海坪看到海龟相搭，确实真罕见。 类似是一个潮间带的地方，然后就看到2只大海龟在那边互咬或者是玩耍啦。它这个是比较相对比较少见一点的，同时会2只这样子，而且2只都蛮大的。滨东海参馆研究人员看到海龟烧搭的影片嘛，讲实在真难得。伊表示，这2只拢是成年的龟公，会有烧拍行为，通常是为了占地盘，还是生态期烧济巨母。研究人员也提醒，成年海龟的力头真饱，千万唔通冒险要去甲分开，嘛有可能会罚钱。 影片上看起来，2只海龟其实体型蛮大的，那人靠近其实也会危险啊，其实也不建议啊。野生动物它们本来自然的行为，我们应该是尽量不要去干预。检举讲，有的人会去摸海龟啦，还是去甲冲低啊，就可以处以1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科或并科罚金。 6万到30万。海保署表示，连续2档拢有8件卡到海龟犯法，其中今年小琉球就占6件。这几年小琉球观光人次拢超过100万，游客多，海龟嘛多。民众若是看到海龟，一定要保持1公尺5以上的距离，互相莫交叉才是正办。记者柯明在柯家族区教用综合报道。